在长城嘛。啊，因为客家人有名头，无简单，很忝哦，倡导台湾之光，伊说然后头摆的时节然后台湾篮球的国手啊，邱德志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红国篮球队小飞侠邱德志。特殊分享篮球界嘅演导哥邱德志，邱德志係苗栗出世嘅，190公分高嘅洋面啊，本期對國中氣勢，就啲籃球衝當標。除了做球員，佢還是講嘅高衝團體，出過唱片咯。見比面成學長真都冇教，以前嘅同學做球隊啲順頭，唔變過佢哟。不能因为你黑冷天而吃火锅，你是不能一直吃火锅。这样很多，这样很多。古时候不敢吃麻辣锅哦，吃了用的麻辣锅。哦，不过正经你打大量篮球，正经打正经懂吼。按是这样。系啊，不过懂球冇看懂你啊，你还冇喊他嘛个？人家都做传堂。传堂。哦，我有说过人家传堂。人家做的客家菜啊，正经有。都踢正经有后胜，咁基本 any 类都要踢逢喺那位啊。也矮母校，他很不错。你那位篮球队啊，说那全国唔系第一名是第一名诶。因为你培育的多不数，像李云光、罗新良，甚至以前黄春雄呢有打过。基本类要踢逢后，太搞了，大篮球全民运动，太搞哦。要太搞。用啥一组来电啊学弟哦？学弟妹哦。哎呀。我看一下啊，过一下，我过来，来，干公开啊，来啊！嗨，你们好！好，精彩嘅比賽隨就會開始誒。小總和調試托嘅較愛細嘅同學，俺哋友好係看下氣球啲。马干淼，朱俊贤，那你的堂號是什麼？屁骨桶。你鄉乜嘅？兔，三點水的兔，豫章堂，豫章堂，你的媽咪啊？柳煙亭，柳煙亭，柳煙亭，姓劉哈，跟人家同學會問佢同三桶。我跟你講，基本上，熟的嘞，福利提升1是行。有啊，等我。敢不敢？走的。那我們跳一個。好。這裡。哎，你碰過誰嗎？好啊，你好。你啦，好啦，來。控球啊！哦，你射手，我中鋒啊，他控球。你控球，好，你會控球嗎？控球，好了，好來，加油！好，我來冰球嘛，好，來冰球比賽，開始。看到邱德志安排式嘅小用幕，兩位成敗呀，加油哦！小總唔會攬呢，好彩冇啲 fans 面前見笑。慘未，學長吹就出邱德志行猛一球啊！東邊式嘅小學梯，強出一半學長都唔掉誒，後邊贏前邊唔知會吹到換到3把燈咯。教練，这场比赛呢，就是也是以学长队，就是有老学长宝刀未老，内线发出的攻势，然后也配合的学妹的外线攻击。不過你們真的很棒，來掌聲鼓勵一下。輸就輸，也得學題，一記發咩唔過，咁樣本人翻譯就怕撲題聽寫，冇問題啦。客家人有名頭，真泰倫貴族，真。從我記得嗰時細時候做打籃球嘅時候會設商場體育館，然後設。是啊，剛好打球啊，打鐵咯。平常時媽會打球嘛，是嘛？係啊。開始讀過就是打鐵，都是咩搖？當然有啊。一天會什麼嘅東西？什麼呀？香草。加香草都好食呀。我是他搞的這些醬料啊，很特別。我看到哎。賣那香草賣幾久嘅時間呢？那個是13年，13年了呀。哎，
该那全部好诶，这怎么好诶？哦，做的是哦，你要是酷还在，还酷诶，还酷诶，我知啦。嘿，用传统的木炭会加热。以前打完球的时候会射的东西，所以你看啊，上了暗口，你所以打篮球没射啦。喂，好真诶。哦，是啊。夹切用然后比用的比例刚刚好。你这想法撞肉，夹靠。唔係，最重要油係炭搞嘅上面，你都離開度。誒，好真嘅。好，我就這樣。哦，這個趕快的啊！厲害，最近見到啲燈拿起來。哦，你乜雞？你乜雞菜？葵菜啊，酸嚟。酸嚟哦。酸嚟。葵菜又酸嚟。哦，即係見落去。哦，你去。香菜啊。見落去。哦，掛邊個啊？啊哦，你看呀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。你出來了咯，要好啲講。係啊。哦，冇講好按用食法。啱喎。哇！多咗。它不管會居中這樣吃，然後酸的，老是酸的，對起來濃厚。是該各種時嘅記憶都回來了。完成嘅快 Q 研夢之旅過後，兩沙整理好衫褲，又轉到母校。有特此愛為大家好好來小嘅泰倫國中，認真嘅籃球生涯就係對鴉片開始嘅。1981年，泰倫國中籃球隊開始出名，一下行卡係排啲前8名哦。本人講係籃球界國術嘅搖籃。該高中唔香嘛？該香喎，香喎，該你係同學會嘛？該同。那個狗趴頭。哦，江夏堂。江夏堂。姓黃那個狗趴頭。對，江夏堂。他高中，你講嘅醫生醫嘅什麼？醫生醫嘅，但有給胸片做的可能夠。有。後面係第一時間哦，我們整個時間。好個有哈，好個嘅差哦，全部有證理出。哦，很有心哦。 21屆，對，醫生21屆。哦，看一下牙胸片咯，那一百。其他還記得？對，唔記得呀？一下就排泄了，有的次講啊，都30年呢，唔記得咧。好彩高中有準備，謝謝有的次邱弟呀。哎，看到哎，對，邱德志。哦，哎。 東元島咧，哦，3年級，有把搞懂5年有哈。哎呦，松柏有羅新良哎，羅新良現在在文化當教練，文化當教練，真給人騙中的偏贏嘞哈。哦，本班籃球7雄，哇，你都了解哈？你最高嘞，其實有大中鋒，對。哦，冇簡單嘞。有的好個發展籃球20年，真的培養育很多籃球國手，像李銀光。也是我們的籃球國手。兩位打籃球嘅水準啊，吼，算全國第1名嘅。這HBL了啦，哈，按多年來都差不多前8強。前8強。哇，冇簡單咧，全國了水準當高咧。也下都因為台灣邊有咩教育啊，也有轉來指導學弟啦。哦，有機會我轉來指導一下學弟妹，係呀，好不好？電他們一下。祝福泰倫國中籃球隊的能擺會有行較好嘅成績。接下來有得次帶定小組來到為名利公館，愛為人來小結佳美嘅同學。姚媽媽係名利學員，本身係雙族，同學係兒男。一下就請阿 Q 來介紹了。魯南堂由來講，那一個祖先嘅真正嘅繁衍體呢，佢在於一目前，中國。山西省，岐山。兒男祖師，唐講係對朱文王起事，年頭係對山西岐山嘅主題，下後漸漸咪使到東片嘅兒男圈，係向祖兒前太上嘅素材，過後就用兒男來做假群幕。對聯懂如日式哦，魯生連海呢，這個意思就講。魯呢就表示祖先嘅繁衍體，那麼連海呢，祖家比種有名嘅祖先。馬啥？哦，很多祖敦義。你都有名？
这个时节吼，邻家将军牛肉吼，基本是有机会看到该牛，吃到该牛呢。对对对，安心。养的是牛啊，要牛味，那竹编的，那没真牛味啊，是拔牙的是还是？建出之高的啦。哦，看，我两买东西，牙里的书上有个助产器，助产器哦，哎呦用把它吸出来呀。海呢？沿海嘛，迄个地方住家没地方，迄个住家，一个非常有名的个祖先。马啥？哦，很多祖敦义。周敦颐先，对对，周敦颐。你当有名，你这时节啦吼，国中的时节有通多家文章哎。对对对。佢最有名的是出淤泥而不染，对，濯清涟而不妖。对对，就像我的这个人格情操一样。对对对。小东的人格啊，就跟爱莲说，爱莲说哈，那这句词里面非常得体的，演艺圈是个大染缸，但是我没有被他受到这个污染，我还是这坚持要做，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对，然后那这一句，南国岐山，万代家商呢？万代家商的意思就讲，四胎呢，你自家四胎高体当中呢，经过了千年百年呢，同山西省，你半年天呢，来迁移到一片，发扬了客家团结的精神，那么硬强的精神，哇，客家人硬强的精神，对，精神全部想出来了。还看到有一扇椅都在擦桌子，太公，哎呦，来，你骂啥？阿哥呀，哦，朱太公，你好，其他呀工厂是你在维护的。对，其他店强啦。哦，其他店强。对，这边有了，从小都要出省嘛，过陈庄啦，去学陈庄啊，一次都太多了边。祖父嘅祠堂当简单，就像老祖公祖敦义当朴实嘅性格。4月时节有得吃，咪直接拿阿妹做盘，再来拜阿公婆。祖敦义系北宋嘅理学家，佢嘅学问系接孔子、孟子过后，医学清重要嘅发展哦。太公，干嘛干？这个2个对联。浴火光前听燕，凤毛长记门。哦，还有个位。左照右目，惟其独堕永馨香。哪还是啊？左照右目，所以表示我哋嘅自家祖先呢，有2个形体。那么惟其独堕永馨香。所以独堕，就讲系一个头白人讲，独堕难堕其相煎何太急的意思。哇！我一个自家上天呢，永远就係像秦香咁樣，永遠就安好，從來冇乜嘅上天之間有乜嘅上天就像你老娘阿公香咯，感情濃厚。對，我一個雖然講請父皇不時常來見面，但是見面以後呢，可以講情人來，阿公呢，睇下天皇呢，也輸得當多年嘛。那麼我嘅車呢，就夾個拉，那麼也目前呢，喺台灣非常有名嘅八家。哦，真的咯？對，這條花。哦，對，那娘拉一拉呀，蝴蝶蘭它是一種蝴蝶蘭，對，它是一種抽象的那種，它是畫的都是油畫。真懂哎，我看你要栩栩如生哎，你像你寫時啲荷花，告水荷花，台灣也會告水。比如董家我是要荷花告種乜嘅？種大鍋派，哦，這個態度貴。對，態度貴。哦，是台灣呢，就是個面部面前的個荷花呢，都唔見留下嘅。攞出世嘅環境、土地，用花筆來記錄，係朱太公嘅奶爺朱子雍也創作嘅重要主題之一，實得到當多獎，咪開過幾下擺經營發展。祖父嘅文風、東風，
子孙代代教书，人才当道哦。不管是在警界啊，对还是在这个打界，都有很多教育界，还有运动界，最主要是运动界。运动界，也不会是底转的，底转的你是哦，啊，我最有名。对，那主家呀加随时的表率，嘿，啊，会用，讲叫来爱跳，对，嘿啊主家公用，咁诶，所以像熟人哦，但是留在呢嘿啊主家线。有得吃日班嘅祖屋人啊，早就是向祖人嘅骄傲嘅。祖太哥講，祖屋嘅老祖公會堅保佑舒服等級。因為今年歷史是去斯朗茶，然後南廟去到北廟，其實台灣還有很多北廟，所以就會意思大家要會就去上茶伊練球嘅，練完球嘅是這一靠番薯來的。還記得一靠番薯全部是叫做福星山，然後講嘅後花園來的，對啊，福星山也很多講貓狸山的。離開嘅公館，有得吃 AVN 來收集其次世代嘅名歷史了。其實網收集嘅也形形色起，絕對為本人想都想唔到。阿芝呀，你下突然來啊，苗栗山公園那地方啊，都到會看埋嘅東西啊。看下沒那個後花園，後花園是這樣沒有？一片有籃球場，啊，睇下就是有一片大籃球。大籃球。啊，大籃球就可以撩，然後又有那一片東西，厚的東西。厚的東西，你看了？總史梯的。總史梯白用，你看嘛該知識啊？還有香球的。香球，你節目有懂到啊？什麼地什麼地什麼地也懂到，也跟它的姓有關係。不是了，然後香球的有關係。不過看到還有了，了不有？牛哎，而且是祝英台開的英台牧場，看到嗎？要不然牛像牛哎，南啲哎，牛哎，羊哎，真嘅咯。係啊，睇沒有啲純純的濃厚的東西。跟二條路橋擺喺什麼個牛呢咯？牛呢？像中球山牛呢？哦，這也是飼料會做嘢啊！而且喺出鼠的時候，生魚的時候，像骨種啊，大概打豬的時候就會翻牛呢，是中球山的牛呢。冇想到做出當有名，5、60年次嘅人天初都愛食嘅將軍牛呢，係啲鴉片出產呢。60年代啲政府嘅鋪頭之下，山度單單都係些現綠農業，其中又係梟木牧場輕有規模。哦，梟木嘅嗬，叔公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叔公哎，啊，聽講你好，哎呦哇！我養都山鄉臭地方。哦，哎，唐人講，你個地方有60東西動厲害，羊肉，還有個牛呢，錯冇？將軍牛呢，養料行。哦，基本的種了，繁種嘅啊，這時候中球山。古宋牛，算是經歷過最輝煌嘅時間。我民國62年啊，家都所以講，當時很時代不是很好，就開始70年左右，跟經濟檔起比，我們確實就買一朵土地，我就要買土地種錯。梟太哥講啊，第70年代講緊前後嘅時節，梟木做中心，定遠3公里內就有12隻綠農戶，每戶係全台灣前高位，當然生產嘅牛呢就有幾下公噸呢。這時候鄰家將軍牛肉吼，結尾只有機會看到間牛，吃到間牛呢，安子，歡喜，我講，這時嘅回憶會全部轉了。突然間看間牛誒，走。要不是牛啊，牛誒，那竹編的呀，那唔係正經牛誒啊。將軍牛是對啦出來啊。哎呐。哦，你有冇看到呢條啊？小總啊，你慢到幾下嘢嚟？現在睇環境嘅改變，將軍牛呢做出冇個買嘢，梟牛誒係為規範成年嘅梟太哥，食材千唔盼的也就梟咖喱火，故所梟老梟牛欄、梟蔥房，還有也就咖喱火，先完整嘅保留下來，而望做得為苗栗嘅綠農歷史留低為記錄。但係，做呢牛嘅。拎骨條嘅，哦，做呢牛嘅啦，呢牛食嘅地方唔使。轉吸奶器哈，是呀，我兩馬同學，
也迄早样的盐呢，甲有洗牛的，我按边边弄餐啊，公司甲脚。莫不以那种订餐你店。要雕点讲，那好脚就是唔可以。哦，你看这还有亮，这拔牙了是吧？还是？煎猪是搞咩啦？哦，你看为什么要煎？虫的时候，虫点啲按你木虫咪做山啊，哎，也个脚是我炒，用虫会得到。虫是我阿麻台。哦，阿麻台如果弄是煎的。煎的哦，蛮人性化的哈。我亮买东西，也你个苏珊个助产器。助产器哦，哎呦用完把它吸出来呀。嘿，吸出来用打啊，个有两只索的拍背啊，拍个啊咧，拍个人牛的脚，人牛的羊是个前脚前来嘛，羊唔就随意有索完咧，头好夹脚红。绑住了。完了人硬完了，把夹慢慢的一步步完夹，一步步完的夹。一下大家看到的是喺幾百年前嘅古董寶貝哦，老頭輩嘅勞動文化個長起來，就係一下成年沙期嘅發展重點。除咗曉和木廠以外，沙期地度還結合嘅千度嘅特色產業還有景點，像曉嘅人都好係也特別嘅睇相。一片就有一間曉和嘅老祠堂，老歷史有名嘅人當有關係咯。哎呀，有太公，你好，你好，邱德志，哎，啊，太公on 到咩名？邱生洲，哦，邱生洲，係啊，这位社区的理事长。哦，新兴社区，新兴社区的理事长。哎，家下你有看到啊？吼，江曲威哈，是河南统统嘛。家下看到了中石地、东石梯，家家分别都在哪位？你还看到了船啊吼，给它排列懂这边汇集到那个梯口，有好像一个布阵八卦的感觉。九八字梯呢，从咗书法去讲啊嚟嘅，反而有唔错嘅呢，有翻到法嘅呢，哦，就起到也開到也那邊，你看懂懂你了，忏悔，推都按摇，推都按钮，他已經推啊翻嚟。助手還衝出去排水啊！哎，你有看到啊？吼，江曲威哈，是河南统统嘛。家下看到了中石地、东石梯，家家分别都在哪位？伊咧修啊，有叫面啊，通无叫面啊。哦，清做的就会无叫面啊。爱讲啊，尊重个控制啊，你好，我们就跟他避啊，你避开了哈，我们就改一只避，就改一只叫面哈。相求嘅人，成功就係對姜太公書封的詞開始，賭上係楊修，後世子孫就用修來做相。五胡亂華嘅時節，有到先到南方抗命嘅眾人，為啲門口雕寧銅鶴來做標示，同時咪為看慢動嘅眾人提供保護。大哥，那總是梯嘅名又蠻來嘅。總是梯就一個南宋啊，哈，加有一個文武將啊，你好，很多秋葉，像是個秋鴨，哈，秋鴨。對研究呢，它是李贊李勝啊，哈，嗰度呢，夾呢個那個加個網梯啊，就李宗啊，就變是他，很多總是啊，兩個字用到詩啦，你啊，修改呢就以呀。總是比講嘅比驕傲啊，你哦，我後尾注意加一個 T 就總是 T 哦，做一個堂號。那守關要不要有一個進士？就拿一個祖宗啊，邱逢甲。邱逢甲，他也不是說我真的祖宗啊，是我們相體會的哦。他是呢，他就喺度要講啊那個。人家苗栗台灣省苗栗縣銅鑼出世嘅人，佢到江西宋年家下就演藝盛世啊，就考到個進士啊，唔可以做官啊，你啊，佢是轉到台灣，哦教書教嘢就學書啦，他讀到個馬關條約家下，你啊，哦，誒同佢滿清啊，同喺台灣國本日本家下，佢啊佢讀書嘢又啱學咧，佢就講誒要刺寫上書啊，同南對講啊那個清朝嘅皇帝講啊，你啊。反對個人嘅，做唔到不給，個人唔反對啦。哦，嗰個佢都替下呢，佢組織講下那個義勇軍。他當那個統帥。哦，佢如果義勇軍統帥是替下嘅啦。如果你叫佢上嚟家下呢，佢人多啊，那佢唔好咧。哦，佢要後尾轉太六家佢就
讲一句当有名的啦吼，会讲啊那个宰相有钱能勾地吼，孤臣无力可回天啦，遐句话自己讲的啦。流传到现在。佢有人讲的金丝牌啊吼，佢呢佢靠到金丝以后啊，你啊，佢就复制的技术的吼，本日很受伤的啊，你啊，有上面有做木的啦，有做乜嘅，有个那个起司的时间，就送给一只，哦，光宗耀祖啦，你啊，不说俺真的当珍惜啊那个啊，你啊，一只都台湾都讲呢当色，人家都是过程的呢，呀，真正的一个金丝啊，都有个太六个腹肌啊，哎呀，哇！原来小活还有安尼嘅名堂啊！认真控制名按做控球，味道爱准冲，唔好杂多。清朝雍正皇帝就下令，老朽改义工变做朽。曉得此嘅阿爸雖然講係好老人，唔過透過健筆嘅小記呀，對上曉人嘅頭來面去，咪以為千完整嘅了解。太公啊，每年啊吼，你看那工厂幾多年的歷史誒81年了。81年，81年，古時候有經歷過921大地震嗎？大地震到冇當年點點咪，4個年點點啦，他82年啦，我都冇乜嘅感覺啦。哎呀，大地震的時間動到落，都翻騰，哎，你看到冇也冇，沒有按用，沒有按厲害。呀，你頭擺我嘅做業務嘅，做牙術啊，你啊，我做嘅下呢，佢喺日本學講緊嚟嘅房子呢，哦，嗰度也下做起來呢，你看正堂同呀相反啊，兩片呢呀，強誒，佢互相在那牽扯着，互相在拉連接在一起。不是呢，地震來的時間唔會放的，它有左右這兩邊嘛。古時候它有是牽扯住，有輔助，等於說你有個手把按鈕。對。壁底部呢，全部就用個竹擺邊呢。哦，裡面還有。佢講天筒來呢，嗰啲呢全都可以就散掉。就散掉。唔係講出講嘅，你講轉那個呀。硬不硬啊？你就會變，會講嘅話，這樣的。它裡面建材是有彈性的，可以防震。哦，很厲害哦！我前到日本來殺機哦。哦，去日本講嘅考察啦，去考察做了，真的就做完那個。真嘅，按用哈。住東呆啊，吼，是不是都很安穩？係啊，很穩的，係真嘅厲害。啲苗栗做得有位100年嘅老火房啊，實在當罕見。1935年7.3級嘅關渡山大地圖，留大部分嘅老火房整房嘅，仲實體做得安全捱過關渡山行個9年嘢，實在真難得。真嘅有獎啊！看過按到了吼，紅糖啊吼，你要去選啊，真嘅有獎啊！最重要嘅吼，動到個匾額啊！哦，古時候啊，後家人出動到有名嘅嘢。啊，修嘅就呢度啊，修文港啦，或者修餅盆啦，嚇，全部都係修嘅。動到你講，哦，啲博士嘅啊，嘛該哦，叫把做官嘅啊，動到還模範父親嘅，唔好講啊哦，來到那裡背度啊吼，我看到那磚啊吼，給它排列到這邊，匯集到那地方，有個好像一個布陣八卦的感覺。修家字體呢，全部都書法去講啊嚟嘅，萬一有唔錯嘅呢，有翻到法嘅呢，哦，就起到也開到也得嘅。哦，真嘅啊！面向講嘅注重啊，做懺悔，你啊，兩片呢就那個中長啊，兩片就抽兩片，對不對？嗰個其實啲也得嘅，講下你，對啊，講下你個懺悔。你看到你動到你就懺悔，看到冇？開到按鈕，它已經開啊翻嚟。顏色已經冇 Q 咯，喂，哎，那懺悔的地方，不錯，來示範下，這是做唔錯，你說按鈕，這樣。注咗咪做唔錯嘅排泄啊！太棒啊！開歌啦！你睇有冇？你看，哎，真嘅你看，苦都按鈕，苦說。你泰國唔係講社會，係真嘅，你真嘅要動到搖有啲苦吼，無怪聲音，頭擺就怕搖啦。太熱，也到來個全部都拜拜，也都是人家就拜拜啦。哦，哎，古時候你動真嘅動特別咧，他是啊吼，無怪，無堂注重演，無孝順，真嘅全部落入邊貴，拜拜，人來嘅，無怪，人冇唔怪，輸了貴，你是錯了嘅。做總裝嘅就錯用做的按鈕，講唔可以糖哦。
中式體係香港嘅第19世侯阿九起嘅，佢嘅公司都對中國通過千好嘅材料來，現在佢啲神奇運送多困難，侯武子孫就用牛叉對遼港逃到亞比來，可見嘅公司佢嘅當辛苦。參觀睇侯武嘅中式體，侯特此愛帶手足去啉下煮茶了。安江嘅歐式傳統，咪係是二沙基督嘅重要景點。冇做當地嘅小眾，還發現一隻當特別嘅東西，聽講還係點到嘅招牌呢。家你來到呀離開度啊，看到一隻當特別嘅東西，叫紫錐咖啡。紫錐花，先帶伊嘅看紫錐花好唔好？哦好啊，紫錐花看都帶常用用嘛，冇看過，突然有去看一下喎。我對那位，這邊。哦來。邱太公，哦，你係紫錐花嘛？沒，你係乜嘅花？要那芳香萬壽菊，裡面是香草。香草嘛，對，香草類的哈。你皮套呢？哦，很香哦。什麼蜜桃？托克索嘅蜜桃。對，當初皮嘅桃蜜。薄荷。很香哦。會落菜未哦？其中會落菜，裡面就會冰落茶。哦。你皮入面有多茶，你東西哦，又醬，蜜桃又厚，又走得來泡茶，可以欣賞又可以食用。對。厲害！客家人真係厲害。呢度全係藥草嘅，全部藥草係，就藥草。哦，厲害哦！哦，也係叫係紫錐。哦，紫錐。哦，看看嘛，你看。要用那邊嘅東西咯。你泡茶。鬼條佢都用，鬼條做得用哦。紫錐花其實佢係北面印第安人的天然藥草。一千多年以前係北面印第安，還有很多歐洲，也係藥理活性啊，當頭。你做的是對身體那邊好，抗病毒，增強免疫力，增強免疫力。所以你看嘅 SARS 嘅係嘛，當到國內外嘅專家哈，都來研究嘅紫錐花萃取物。你看過欲望城市嘛？嗰個影集啊？有。Sex and the City。哎，對，女主角就係嗰個。哎，我感冒了，我識到嘅紫錐花，對，呢一種。伊吼幾條嘅吼，伊嘅藥理活性啊，伊主要佢有講咖啡酸衍生物、多糖體、環硫胺，嗰度藥理活性，見嘅藥理活性清高。廣個葉嘅個發二度啊，發嘅藥理活性低一個。一般我哋就做幾乜嚟萃取做面膜啦，個泡茶啊就吼，係個幾條嘅摘起來以後，個發同廣個葉嘅吼，係坐晒藥，個然後我哋會療差唔多3年嘅時間。真件很神奇嘅藥草呢！千頭百煙天安然，拿起來以半蟲嚟研到，也係半沙咬到嘅。食過後，做啲凍藥提升免疫系統嘅抵抗力。當合適用啲半片托車道嘅初期來用。故所欲望嘗試嘅五主角區啲，針對啲寒冬初期來食花茶來預防。因是從雷球練出來嘅西藥，佢根本是以大量嘅用嘅，一下夾出來吃食加米絲。這個呢？好，對。哦，這個味道有點甘甜。對。哎，女好誒。冇不用糖水，然後會甜啲啊。冇不用糖，但是也不用一樣東西。玉龍幾多年呢30年。30年呢？哦。60歲。哎，你知道嗎10年左右。10年啦。種羊肉蠻寬啊，那誒咪幾隻叫？OK啊！哦，那種羊啊，哦。開了是某叫做黑胎。剛啊，我應該是屬於科爾，那你是屬於努比亞。這個味道有點甘甜。對。哎，女好誒。冇不用糖水，然後會甜啲啊。冇不用糖，但是也不用一樣東西，甘甜嗰個。你好，也唔會是糖，不用買了，不用甜菊。哦，天然的甜菊。哦。對，糖尿病沒做成。古時候有甘甜。對。糖尿病魚嘛。嚟乜魚啊？好，這都是對嘅。哎。從類菊茶啉起來，有啲咧像菊花茶，加啲米絲較濃嘅咖啡地度，愛當注意，就會感受到嘅花香。調價限撈幾大水，撈酸頭芎下，各啲烹當過，好食又做得抵抗病毒。哎，你用啥就加些調味哦。其實也係台灣嘅販毒植物。
反毒植物，一天呢，毒植物，用很多反毒植物。人家讲啊，迄有咖啡酸盐素都让你玩另外一条抗病毒的一个药理活性。抗病毒药理活性。所以台湾很中华民国啦，100年刚刚开始去请给台湾的一个反毒的意向植物，佢会给它决定用直锥化。琼瑞球认真做嚟增加免疫力，抵抗病毒。第2011年嘅全國反毒博覽會檔，本年先做係反毒嘅代表法，同時未發現瓊瑞球運動，由教員推廣到社會，特整年嘅頭一年來天做瓊瑞球運動傳播日。睇過，問一下，那邊有冇很多杜實地1號啊？那个有一个slogan都感恩跟梦想的实现。因為地方喺以前嚟爸爸，然後以前留下來嘅預報嘅吼，古早房態，細數態嘅吼冇辦法耕種啊，所以差不多1996年開始啊，佢按打數吼，古早房態按打數，所以開始古亂。那一年嘅應該冇嘅二手材料，像個昨年啊，像整木來的話，來古太多以後。佢開始慢慢嚟去設計設計，或者設計營造、設計做。你還看到迄動靜，跟露頭髮時節迄用法，半看露頭髮。真嘅咯。哦。也很啊。哦，也咩樣啊？這。哦，樣啊，這。你看到？這在門牌有冇？哦，杜實地1號。對，這樣門牌。上坡還有下到個，因為那個銅鑼啊旁邊那個對聯是它很重要誒，你看到嗎？對。那源流中實地。香雪。嘅下相片檔嘅土色體熱好，就係頭家出色嘅素材。唔過唔係啲嘢哦，係苗栗師傅。呢度嘅感染也愛嘅養育恩賜，將老也為蘿蔔嘅處所來安名。頭家老設家係啲美國還有法國嘅生活經驗，帶進故鄉，一步一步來打造自家嘅夢想園地。也差不多10年左右嘅吼。我哋啲做社區營造，所以我哋一古早嘅地方啊，新營苗栗市新營地，然後古早地方後來古早農村再造以後啊，然後一新營地改到很多新英格蘭。哦，新格蘭，對對。哦，有點像新英格蘭的感覺。英格蘭，對。哦，冇簡單。你呢邊開幾久誒？做法11年做後，過來開差唔多11年。醫生2年呢？哎呀，冇簡單。苗栗開嘛個店嘛，真係開冇久嘅啦，現在唔會都5年啦，以上啊。為什麼？就苗栗真係太勤儉了，開始有出一些東西。都自家煮。哦，哎，古種人家店。所以醫生1年真係冇簡單。佢自家唔敢進來苗栗。開都開咩？不用假。雖然講交通唔利便，韓國搶禮拜2日漳州設立，不過認真環境色彩正，東西又好食，古早鴉片就變做人客當推薦嘅景點。喺個好彩呀，還看得到保育類動物3秒喎。下禮拜有機會自家來呀，保證唔會本期想到。等山路繼續行，喺來到嘅山坡下嘅一間老火房，也特別係新年沙提度嘅另外一隻寶寶。阿公，你好，你下家電視台啦。請問你下吼，你按多乜個名？楊阿三。姓楊。哦，姓關係堂的就是木易楊，就是姓楊，佢相容，佢相容。相容又相容。相容幾久嘅年？幾多年咧？相容幾多年咧？30年咧，30年咧，哦，60歲了。哎，我看嘛，10年左右誒。10年啦，沒30年，恐怕懂色差。當地認識嘅阿公呢？阿公講啊，認真學養嘅頭路都係先橋啲做嘅，係我看到有樣機啊，一係太緊張咧，真講唔錯嘅啦。你看用嘅以前，阿公先老人來收嘅家務卡嘅健康。有40年歷史的哦。你好搶到阿公的新橋。係新橋。新橋以後。我都話咩啊？愛香灘。天鄧仙珠。鄧仙珠，那你們家同學會嘛干？南洋堂。哦，南洋堂。南洋堂真係姓鄧。姓鄧哎，你看下那相片，你看，哇，74年，84年， 20年一百。哦，看。
有生年嘞，94年的94年，我编的哈。哎，我们那边。我亮朗7年。是说。这个是前年的104年的107年的，哇！你看到吗？人丁越来越旺。因为咱的吼，有安尼传统的迄习惯跟想法啦，吼，生意呢就会传落去。养活同从事家族之间感情，唔但将当4年，规家族人啊，要向下协力照相，还个当年起码要向下1400分。本身地各地中西嘅养活人，有机会始终向下联络感情。家族嘅强强力，啲呀就完全嘅表现出来嘅。你学蓉，错冇？你学的哪一种蓉啊？看到就懂到蓉都了解啊。也亲讲诶。努比亚羊，羊肉鲜好食。嘿，哦，羊肉懂好食。嘿，人家嫩羊吼，你像人双边那里。哦，萨能。哎，萨能人家土根本要的哈。人嫩羊哎。它是喝它的奶。喝它的奶。是羊嫩。啊，生肉的就要生肉诶，努比亚。好，哎，你基本上去看看努比亚羊啊。哎，基本平常时不见客哎。不见客。对啊。哎，要穿的比较漂亮，要防疫。羽绒服。走的时候都要走火箭太空。哎呀，这种你懂就太空人。系啊。火箭准备要升空了。两个假太空人啊，就麻烦一下了。听太子讲，行业用难，天出装备要做好些，现在家用嘅唔做抗生素，故所防疫工作天出要做好。哦，铁朋友，不要看到很多绒的哦，要全部的品种跟努比亚黑啊。有的咧波尔兰还是咧，也很纯畜产所的美国还是咧品种。哦，用帮你分辨努比亚的品种，用蛮快。努比亚是实力又长又高，波尔是矮绿眼。哦，刚才我应该是属于波尔，那你是属于努比亚。像我们波尔啊、努比亚，看不完的意思啊。要看颜色对啦，用的我用的么通风，唔看爱用了，迄个按过后尾含一层啦。嘿，还因为看到了不要生理尿分离，屎尿分离，尿掉还有，伊唔爱安尼，下尾通风嘛，当太子楼嘛，哈，太子楼。呀，烧气、热气全部安尼对那个散发出去嘛，哈，所以呀用啊，所以么，因为本个阿摩尼亚哈，充电就是安尼熏鹅、熏鸭，有那种味道。记得塞迄白个东西落去哦，记得。哦，塞冻多，拢保鲜啊，拢用这个批黑啦。哦，塞保鲜。是玉米片。玉米片。那我那本你这个批好的哈，人家成本也可唔多啊。那这个成本那要多。对啊。按过你相对的啊，你卖出去高啊，价位就高啦。也下是按问题挺严重的，唔但将消费者会强，挺太子呀还较强哦。故所今年都是条钱，自家来种牧草，自家来调饲料，安尼真实嘅安心。你听说为当上为地，用挺太子嘅自家冇做隔离衫咯，然之佢当日都老用嘅老强客，用嘅啊早就对佢身上嘅细菌免疫力。该哪个东西啊？矿物盐啊，矿物盐，羊也是需要很多营养素啊，像微量元素啦、矿物盐啊，它就会还要避蛇，蛇也才会失水，你喺某些水哦就会尿结石。你是矿物盐，这样它才去喝水，不会让才不会有结石其他一些问题。该种羊肉蛮宽啊，那哎，每个就哦该啊哦，那种羊啊哦。考一来是某 Q 人较太，较长，较强，某较长啊！那种好就会用家就要讲。该看一来啊，旁边像他的那个后宫3000啊，哦，像个皇帝一样啊，吼，讲缘道咧。这个用来做我们的近亲交配嘛，所以我要一到那就去探谈，我们呢用家吼，呀阿爸阿妹。啊，可叶子的种出来吼，姜末，上到胎末，那通上到胎果身体长，啊也身体炎嘛，泛露绿后嘛，所以可以弄不起嘛。哦，咩这个呀，还做唔得这个进去啦，啊，这个姜的吼，咩要留下来，同天然交换，用碗，啊也同人碗呢，多些体力较唔好，我就熟种。因为我种好的话吼，我就专门买呢用家啦，安尼用。总金。
好，好了，希望以后客家吼，脚下得到中央，好啊。係啊係啊，好。我最近講埋修養嘅做得，也安尼也頭部高的。太高了，聪明。我一天哦，6禮拜40萬、50萬，比你上班的更加。喊他講，喊他講，賺錢喊他講，係啊，好，按住先，謝謝。太子真見當有生理頭腦喎，面試一批學嘅西北人調嘅用嘅，學用嘅技術就係佢慢慢去上課學嘅。行卡難得嘅係，佢咩老一條千寶貴嘅經驗，唔空鋪分享俾其他學用嘅經驗。認真佢希望大家識落度嘅，唔單止係好面試，行卡係空間。講嘅按到，小眾請其他嘅世界總算到來耶！哦，一甜，好的，入口即化，真的一點點哎。你冇講啊，真的有點香啊吼！哎，你說個排骨哎，很香哎，喏。還有它的羊肉的那個肉的味道、香味，對，沖點醬呢。它最主要是比排骨還要滑順。對，它嫩。外呢，它從油嘛，它廚師哈，它的肉質羊肉好就是，它的價錢貴就是這樣子啊。哦，好，一種錢一種貨啊。給它同，真嘅。給它同甜，而且是最主要是給它甜到啊後可以解渴的感覺。加油追着了，目標嘛嘅呢？目標嘛嘅。哎呀，就甜出來的弄了一私人的甜蜜，它就是沒有加任何中藥，沒有任何東西去壓那個羊騷味，它就是給你吃原味，因為它是沒有羊騷味。真金不怕火啊！哦，真挺厲害呢。哦，冇簡單，因為我阿媽主持啊，密室的節目啊。啊，這是目標嘛嘅。哦，應該是按到呀。我呢？一片嘅羊肉、肉油，行家一啲咧就唔會出手。太子講，第一係努比亞種嘅，佢冇出手味；過來就係學嘅方法，好嘅飼料，好嘅環境，就會有好嘅羊肉品質。我哋古典飲食業咧哦，都是羊肉，抵抗力好。係啦。你對鹹啊好食，你對鹹啊好食。哦，那個排骨嘅地方，用的是白醋的嘛，你看，知嘛？然後是中藥，唔是，是羊肉就好嘅，是其他就好。真嘅。係啊。我講，我做了司機啊，做按到地方吼，身高懂得加羊肉，你還真的一點點味道，一點那個羊騷味，它就保留羊嘅個甜蜜，還肉嘅個滑滑啊。嫩的，好厲害！細水長流啦。地協嘅高層地度，聽太子堅強調良心也良知識，尤其係食品業者，是有自家嚴條指令，台灣將會有行較好嘅成分，還有未來。佢比睇得曉得吃做來都冇啲，人看到嘅野區行業，對自家睇嘅土地有濃濃嘅感情，佢哋冇講唔會說嘅態度裡。大家對自家嘅頭路當過，希望本野的土地行較好。下家人有名堂，人哋苗栗看到為老土地重新嘅感通。